有名高廣輝者，曾著反996之開源協議，以結合斥企業以996役人，令違者不得用其代碼。其後高士入士元，月享近2萬，而底薪3000，績效高足，每日7時出門，夜11歸，開車又接令開會，其役於人有甚於996。週末加班，妻屢催歸，他答馬上就好，誰知心跳驟停，尿失禁抽搐，妻撥120，彼猶豫，攜電腦去醫院控項目，及至醫院搶救方恩，同事拉之入群，藥高工速處此單，死後8時復有消息至，周一急務把這個改下。協議惶惶反996於紙上，公司默默食人於996中 ，KPI 猶在骨已成灰，績效不滅，人以404。悲乎代碼開源，人命閉源，資本不吐骨，唯吐多勞多得4字耳。